娘娘请坐，坐。这么晚了，没有打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，早睡晚睡都一样的。那就好。娘娘她呀，在柔仪殿不方便玩叶子牌，以后可以常到这儿来凑个趣儿了。好啊。是啊，在这儿玩啊，就算玩个通宵也没关系的。啊，玩通宵？怎么了，碧珠？你待会儿还有事儿吗？没有，我没事儿。这丫头啊，还不是偷懒想睡觉。放心吧，碧珠，就算娘娘真的想玩通宵，晴儿也不会让你伺候她的。好了好了，来。朕出宫走走，听说你在这做生意，就顺便到你这儿来看一看，一切都还好吧？叶娘现在自食其力，日子过得很开心。那就好，朕也放心了。那朕先走了。皇上，你先别走，叶娘准备了一些小菜，请皇上务必留下。那好吧，朕得跟张德军他们说一声啊。叶娘也已经给他们准备了吃的，请皇上放心。哦，好，请皇上慢用。这些菜都是你自己做的？是。看来不错，朕得尝尝。好，真是色香味俱全呢。来，坐下，陪朕喝一杯。是。看到你能够自食其力，朕真是为你感到高兴啊。朕真是好久都没有尝到这些家常小菜了，看来朕今日真是有口福啊。皇上吃菜。你也吃。娘娘，夜深了，请安歇吧。等我先把这袖子缝好了再说吧。娘娘，让奴婢做吧，您身体不好。就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才要多做一些。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。娘娘，金湖的战事都结束了，娘娘为何还要这么辛苦的缝针衣？你不懂。皇上胸怀天下，这些针衣我必须先替皇上准备着。娘娘，您真是有福不会享。我只是个女人，不能为夫君开疆拓土，能做的只有这些。国主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厚德在，你去接人。遵旨。哎，还是朕跟你一块儿去吧。是。我出这个。萨婆，你累了？哎呀，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，累得快。既然萨婆累了，我看我们就散了吧。哎呀，娘娘，扫您的兴了，请娘娘恕罪。这都2更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你们也都早点休息吧。掌灯。娘娘慢走。恭送娘娘。你们2个也去休息吧。是。快去看看是不是加冕。
更的，就更麻烦了。哦，哎呀，萨婆在我的鞋上缝了好多铃铛，我得换双鞋才能去啊。可是其他鞋不是木头跟儿，就是有铃铛的，难免都有声响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你把鞋提在手里，把铃铛握住，等出门后再穿。小心点儿。我才不怕你呢！皇上，少喝点儿。朕跟你说，你呢，生意做得再好，钱赚得再多，终究还是会寂寞。要是有机会能找到个好人家，啊，还是要把自己嫁出去。朕不是要你去依靠男人，而是女人终究得有个伴儿，懂吗？得有个说话的对象。皇上，叶娘从小守身如玉，可是却在妓院被老鸨当众羞辱。叶娘觉得丢脸又低贱，叶娘是个低贱的人。胡说！不许你这么说自己，更不许你这么看清自己。朕告诉你，你是出污泥而不染，你受人所逼却誓死不从。好，有气节，你又是个娇美的女人，你秀外慧中，朕相信不会有人看不上你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放胆的去爱，放胆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皇上，谢谢皇上赐教。叶娘能遇到皇上，已是今生最大的福气。叶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叶娘的命是皇上救的。皇上，感谢皇上救命之恩，叶娘。皇上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娥皇，真的是你吗？多少年了，你让朕想了多少年了？你知道吗？娥皇，
骚宝把我看得像个犯人一样，你看我的鞋上全缝上了铃铛，我出来的时候都得提着鞋偷偷溜出来。刚才在路上我还差点摔了一跤。好了好了，委屈你了。你可知道我见你一次有多难吗？朕知道，都是朕不好让你受苦了。我现在是不是很丑啊？你为朕受的苦，朕都看在眼里，朕不会辜负你的。晴儿，我睡不着，娘娘，心里觉得闷闷的，好像一切都空空的，根本就不想睡。没事吧，娘娘？还是想去承心堂？去了又怎么样？国主他不在那儿，我总不能到处找他吧？娘娘，要不我们再去凤栖殿吧？走吧，娘娘。就说你想玩个通宵，反正佳敏小姐是你的亲姐妹，不会失礼的。也好，就封这一次。到那边去看一看。是。裴公公，哎，他也是个伺候人呢，我这样把气出在他身上，对他也不公平。废话，我不出在他身上，难道我能出在他主子身上？他也怪可怜的，一个小丫鬟，他又能如何呀？难道要我跟他和好？不行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和好啊？跟他和好不就等于认同佳敏小姐的行为吗？那我就更对不起国后娘娘了。我是站在国后娘娘这边的。可是，好歹我也是个男人，人家都说好男不跟女斗，我总得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不懂礼貌的主子教出不懂礼貌的丫鬟。哎，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？你要我说什么？你不觉得你主子做这事儿做的不对吗？那我也不能怎么样。你最少你应该劝劝呀。娘娘是她姐姐，她这么做对得起她姐姐吗？我是下人，我不懂那些大道理。哎呀，真是笨得够可以的。是我笨，我没礼貌。可我听过说书的说。说什么？说书的说什么呀？说书的说，那些戏文上的才子佳人都是令天下人所羡慕的，应该给予祝福。我说你笨，你还真笨呐！你主子跟国主他们是真实的人，不是戏文上说的才子佳人。可他是国主啊，国主不是想爱谁就能爱谁的吗？而且，娘娘和佳敏小姐是亲姐妹，她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。我懒得跟你说了。可他是国主啊，
国主不是想爱谁就能爱谁的吗？门关了，我来敲。哎，还是不要叫了，吵到佳敏倒不要紧，可是吵到萨婆就不太好了。可是娘娘，你……晴儿，你说这个时候，国主他会在哪儿呢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心神不宁的。娘娘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皇上，您起来了，这是洗脸水。燕娘，对不起啊，朕不能给你任何承诺。皇上，燕娘不需要承诺，燕娘什么都不要，真的。佳敏，给朕时间，朕会做最妥善的安排，相信朕。小姐，裴公公。国主，花儿就搁在这儿了。行啊。国主，刺梅今年开得特别好，小的就不懂了。这花儿有这么多的刺，那些外邦的人喜欢一个女人，就要送给他们刺梅，这不是明摆着要刺痛对方吗？国主，您说这叫爱吗？去，你哪来那么多话？是，小的下去了。佳敏这么辛苦、艰难的赴约，红刺梅在雾中引路，这不是爱，是什么？花明月暗飞轻雾，今宵好向廊边去。刹袜不相接，手提金缕鞋。画堂南畔见，一向微人颤。奴为出来难。教君资一联。国主这一次又写什么啦？他不过是把昨天我们约会的情形都写进词里边去了，好感人啊！真的。萨婆。佳敏小姐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你自己要当心。我知道了，萨婆，我去荡秋千去了。只怕我说什么都晚了。我老婆子虽然看不懂文墨，但是察言观色。周家要难堪了，我要辜负夫人的托付了。小姐，你出去一趟多难啊，多委屈，国主他都了解了，他全都写进去了。您现在还委屈不？我再辛苦，只要国主能够了解，我就不觉得委屈了。国主可真厉害，这样也能写成一首词啊！那当然了，国主的才情
谁能比得上？这首词已经不输给他写给姐姐的那首《笑向弹郎拓》了。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一帘。羞羞羞！羞！佳敏小姐，羞！快帮我推，快呀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你识字吗？啊，这上面写的字肯定是重要东西，咱们去问问吧。什么呀？这写的什么呀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这写的是有人半夜偷窥情郎啊！谁呀？谁这么大胆子呀？是啊，这谁写的呀？这词写的真好，我得抄一下。什么官来了？秦史官大人，秦史官大人。哼，大胆！你们真是该死！这是国主的专用纸，你们从哪偷来的？是地上捡的。你赶快拿去钱店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谁的呀？不知道啊。谁呀？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晴儿也不知道，宫女在西院捡到的，看到上面写了字，怕是重要的东西，就拿过来了。叉袜不相接，手提金缕鞋。奴为出来难。这写的是谁？国主要宣召嫔妃，尽可公然来去。这一定写的不是宫里的人，那又是谁为出来难？还手提金缕鞋？还真就看一下。你不碧珠，你时时跟在佳敏身边，你说，娘娘，奴婢什么也不知道。你不说实话，信不信我叫人把你拉出去斩了？娘娘，萨婆，我问你，国主是不是常去凤栖殿？娘娘，国主去凤栖殿，只是一般的探访。这你总认识吧？娘娘，您知道，奴婢不识字，奴婢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娘娘，奴婢识的字也很有限。那佳敏是不是常收到这些东西？娘娘，娘娘恕罪啊！娘娘，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辜负了老夫人的托付，奴婢对不起老夫人，更对不起娘娘。娘娘，奴婢该死啊！萨婆，这是国主的笔记，
你还能瞒住什么？你到底还想瞒我多久？娘娘，娘娘，奴婢求过您，求您让我们早点回去。娘娘，可您怎么就没听出来呢？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我老婆子心里也不比您好受啊，娘娘。奴婢怎么挡也挡不住，奴婢能怎么样啊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？她是我妹妹，如果她真那么喜欢国主，她应该让我知道。她不敢跟我说，连你也这样瞒我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你让我怎么母仪天下？你让天下的人怎么看我？你让天下的人怎么看我？人家会嘲笑我，撒泼。是奴婢老糊涂了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奴婢没想那么多，可这种事，奴婢怎么好直接开口跟您说呀？奴婢还不是顾着佳敏小姐的名节吗？是我傻，我也怪不得你们。算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谢娘娘恩典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娘娘，姐儿去请太医。不能把这件事传出去。是。教君恣一脸，有意思。叫你们别传了，叫你们别传了啊！还要我说多少遍？下次再让我看见，看我不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！快滚！是。混账东西，混账东西！啊，哎，佳敏小姐，佳敏小姐，裴公公，哎呀，这诚心堂是你们随便乱去的吗？这宫里还有规矩吗？他又来干什么？慢慢说，怎么回事啊？姐姐知道了，她全都知道了。她把碧珠和撒泼叫过去问了。国主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啊？娥皇知道了。佳敏，别哭，朕会想办法。国主，把事实都告诉姐姐，好吗？这事朕得想得周全一点。国主，朕知道你全心全意待朕，朕不想伤害你。可是朕更不想伤害娥皇。佳敏，明白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玉貔貅。当初朕得到这玉石的时候，朕还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是雌雄一对，而是两只母的？当时朕心里很遗憾。可是现在想一想，也许这是天意。
这只代表你。这只是娥皇。你要相信朕，你要对朕有信心。佳敏，朕不会放弃娥皇，也不会放弃你。可是姐姐要是要我马上回去，不让我再入宫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你说这是国主写给佳敏小姐的？是啊，大家都在传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我曾经以为可以这样默默地爱一个人，即使你没有任何实质表示，我也无怨无悔。但当知道原来你也是个凡人，也可以和人半夜幽会，国主，瑶娘的内心现在连苦涩都淡了。裴公公，药娘。药娘，你要找国主啊？国主他现在有事，他不能见你。我跟你聊聊吧，我们去那边啊。别担心，我不进去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早说嘛！找我什么事啊？这个送你。这是什么？等我走了再看。这么神秘啊！好，我现在不看。裴公公，谢谢你激发我在武艺上的巧思。我要出宫去了。什么？你要走？为什么呀？你想听我说什么？啊，现在说什么都很无趣。总之一句话，缘来则聚，缘去则散。裴公公，我走了。药娘，要走，至少也该跟国主打个招呼啊。不了。瑶娘。国主，你不是要找姐姐吗？你先回凤栖殿吧。厚德在，陪朕去后宫。是。朕不能去。国主。朕能够理解佳敏心里的慌乱与不安，但此刻，朕不能去找娥皇谈这件事。国主，这件事早晚都得谈，晚谈不如早谈，免得一些人多嘴乱传闲话。朕前些时候还和娘娘闹得不愉快，现在去跟她谈纳妃，无疑是在她伤口上撒盐。朕做不到。民间三妻四妾都稀松平常，国主您不过就是多纳个妃子。再说了，佳敏小姐又是娘娘的妹妹。以娥皇的个性，她受不了。还是回去吧。当初私下约会的时候那么高兴，那时候怎么就没想到娘娘？那小的该死，小的不过是想替娘娘说句话。朕不怪你。
如果真要为朕和佳敏之间的这段感情找个理由，那只能说是姻缘，是巧合，甚至可以说是朕在自作孽。不过朕不想为自己找理由开脱。她们姐妹俩任何一个人受伤害，都是朕的错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娘娘也已经知道了。国主，你还是要面对，还是要处理的。娘娘刚刚才知道这件事，一定还在盛怒当中。先让她冷静冷静吧。可是佳敏小姐年纪轻，性子急，只怕她不会让国主拖下去的。那再说吧。朕听说赵匡胤出兵灭了荆南和武平，你去把陈乔找来，顺便把韩王也请来，商量国事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谁呀？开门呐！来了。你是李艳娘吗？是。皇上是不是来过这儿啊？是。皇后娘娘，谢谢你照顾皇上。民女李艳娘叩见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娘娘，艳娘只是抱着感恩之心，并无入宫打算，冒犯之处，请娘娘恕罪。起来吧，艳娘，本宫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相反的，本宫是怀着感恩的心请你入宫的。娘娘，你听本宫说，皇上是继往开来的大人物，有远大的理想，此生能和皇上结离，已是上天莫大的恩宠。无奈本宫身体虚弱，所生3名子女又都早夭。艳娘，本宫是个福薄之人，不敢奢求太多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皇上。娘娘，艳娘惶恐，艳娘无才无德。你就算帮本宫好不好？替本宫服侍皇上。娘娘，艳娘只是个下人。皇上喜欢女子的云鬓，这只簪子是皇上送给本宫的。皇后，皇上，要朕来此有什么事啊？臣妾招来一名女子侍候皇上。哦。民女李艳娘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国主，拿来了。打开。是。他把弓鞋留下来了。这是咬娘最珍贵的东西，小的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咬娘要把它送给小的呢？
真对不起你。看来真是失去你这个红颜知己了。娘娘，这是奴婢给您熬的药，喝一点吧，喝一点您会舒服点的。是什么药？是治疗心中郁结、胃口不开的药。心中郁结，不就是心病吗？心病只得心药医，喝这药又有何用？娘娘，您既然知道自己得的是心病，就应该把您这心结给解开呀。解开？我该怎么解开呀？不如我们把佳米小姐送回润州啊，也许她走了，这些事情就都解决了。佳米小姐也许只是任性胡闹而已，她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男女之情啊。她走了就看不到国主，看不到国主，她就不可能和国主在一起。到时候等佳米小姐想明白了，她一定会后悔她现在是多么的胡闹和多么的不应该的。你想的太简单了。纵然是佳敏糊涂，但毕竟让国主对她萌发情愫，我就这么把她送走，国主那儿怎么交代？我必须顾及她的感受。娘娘，您顾及他们的感受，可是您呢？现在受伤的是您啊，娘娘。您都已经气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要想着他们吗？不，我不是气，我是心痛。佳敏是我的妹妹，我最亲的妹妹，而国主，他是我的丈夫，是我日夜苦思苦等的丈夫。他们都是我最亲、最爱、最信任的人，可是他们却背弃了我。就这样背弃了我的信任，背弃了我的信任，夺走了我的幸福。我好失败。不，娘娘，晴儿知道您心里有好多的苦，看到您这样，晴儿真的好恨自己，不能替您承担这一切的痛苦。可是娘娘，您不能因为这样而伤了自己的身子啊！答应晴儿好吗？答应晴儿，您一定要振作起来。国主他现在只是一时糊涂，等他明白过来，他一定会回到娘娘身边的。娘娘，他回到我身边，现在还有谁会回到我的身边？晴儿，我的身边也就只有你了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恐怕也只有你最疼我，最懂我了。可是我也不能总把你留在我身边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也该有个好归宿。不，娘娘，晴儿不要嫁人，晴儿生下来就是来照顾娘娘的。无论怎样，晴儿都会一直守着娘娘，一直好好的照顾娘娘，不会再让娘娘受到任何委屈的。谢谢你，晴儿。这一生，我有你和咬娘两个好知己，也算是我的福气了。娘娘，
其实瑶娘，她因为佳敏小姐的事情得了心病。瑶娘她走了，她离开了，就连弓鞋也都送给裴公公了。如果他离开是他治好心病的方子，倒也是个好法子。娘娘，裴公公，又是你啊！我家小姐想让我来问一下，国主有没有和娘娘谈过？没有。小姐，碧珠，怎么样了？国主他怎么说的？裴公公说国主没去。好，他不去找姐姐，我去。佳敏，佳敏，佳敏，你去找娘娘干什么呀？萨婆，我每天心神不宁，六神无主，我快要受不了了。我要去找姐姐，我要告诉她，我跟国主是真心相爱的，我要她成全我。小姐，你不能去啊！你去了，只会伤了姐妹间的感情。不，萨婆，姐姐她疼我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萨婆，你告诉我，她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她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啊？小姐，这种事儿遮掩都来不及，你怎么能去张扬呢？可是姐姐她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她什么都知道了，我还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？我要去找姐姐，我要去找姐姐。佳敏，我要见娘娘。哎，佳敏小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要见娘娘。你要见娘娘？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，我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有事了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事。我要向姐姐坦白，我要她成全我。哎，佳敏小姐，娘娘她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看你还是晚点来吧。我现在就要见娘娘，晴儿，你让我进去。佳敏小姐，娘娘她真的很不舒服，你还是改天再来吧，好吗？不，为什么你们都不让我见娘娘？为什么你还有撒婆，你们都一个样？你们都不让我把这件事跟姐姐好好谈谈，难道把这事儿遮着，这事儿就不曾发生吗？你们是真的没脑子，还是联合起来欺负我？佳敏小姐，如果你还念你们之间这份姐妹之情，青儿求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不，我就要说，我想要知道姐姐是怎么想的。这是我的事，也是姐姐的事，更是国主的事。你既然知道是国主的事，那就应该让国主自己来找娘娘。佳敏小姐，你又何必操这个心呢？国主他说他会来的，他就一定会来。他说他会疼我，他说姐姐会原谅我，他说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佳敏小姐，难道你就不觉得难为情吗？你怎么可以厚着脸皮到这儿来胡说八道？你真的不怕给周家人丢脸吗？够了，娘娘，晴儿，你怎么可以如此主仆不分？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学的那些规矩都到哪儿去了？娘娘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谁带你进宫的？是谁让你在这儿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过日子？你这么大吼大叫的，这样像话吗？你是要丢我们周家的脸，还是要丢我们姐妹的脸？一家人就这么闹开了，宫里的人听见，人家会怎么想？
是我的妹妹，连我都舍不得骂她。而你呢？你怎么就不替她的脸面想一想？娘娘，是不是我宠你宠得太久了，把你宠得一点良知都没有了？娘娘，好了，人难免有错，只要你下次不再犯，我就不会怪你。佳敏，你也不要责怪晴儿，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人有谁不犯错呢？过去的，我们就让它过去。你也当作它没有发生过，不要让这种事情来毁掉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，好吗？娘娘，都是晴儿的过错，是晴儿冒犯了佳敏小姐。佳敏小姐，请您罚晴儿吧。算了算了，我先走了。佳敏，这是姐姐给你的，回去再看。啊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跟娘娘谈了吗？小姐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到底有没有跟娘娘谈过啊？姐姐把金缕鞋的词给我了。金缕鞋的词？姐姐骂晴儿，每句话都像在骂我。不知道国主什么时候找姐姐说，他一直不去找姐姐，我就得忍受旁人对我异样的眼光，在我背后指指点点。碧珠，我好委屈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想我娘，我想回家。回家，小姐，我想回家。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小姐，我想回家。小姐，我想回家。佳敏小姐，雪儿，麻烦你跟萨婆说一声，就说我和小姐回润州了。小姐，佳敏小姐走了。是，我来向娘娘辞行的。哎，算了，萨婆，佳敏小姐都已经走了，辞行就免了吧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大宋以借路之名，顺手牵羊，吞并荆南，现在荆胡两政权皆已覆亡。赵皇帝吞并天下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啊！佳敏不告而别，一定是怨朕了。他这一走，何时才能再见？国主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？臣以为，他若不是攻取蜀国，便是染指我大唐。国主，我朝应早做因应。我要给他一个交代，光说是不够的，我应该要有所行动。国主，国主，这大宋的野心就不用说了。
大唐目前的兵力可以抵挡吗？难道就坐以待毙吗？不如联合蜀国，与蜀国结盟。这就不用提了。上次契丹人还没出现，大宋使者就捕风捉影，没完没了。要是朝廷现在还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那岂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是。我们现在以小事大，要多方忍耐。陈桥，你旨。臣在。派人带礼物恭贺上邦大国平津湖大捷。陈桥遵旨。韩王，你留下来，其他人归安吧。是。国主，您有心事？没什么。大宋的气焰总是让人觉得不愉快。臣弟说的是您私人感情的事。私人的事情容易处理。朕把你留下来是要问你，林人赵的新军训练的如何？一切进行的颇为顺利，但需要时间。除了暗中训练新军之外，朕要他一镇武昌，担当隔江拒宋的重任。是，臣弟明白。国主表面侍宋恭顺，暗中积极防备。这就是朕的用心。国主，您和娘娘，我们很好，不用担心。谁碰上这种事儿心里能好受？是啊，娘娘被蒙在鼓里，真是情何以堪？可不是。还有，也请你转告国主，如果有喜欢的女人，跟我说一声就是了，本宫会替她纳妃，无需这样私会，以免会成为臣子们茶余饭后的笑谈，有损国主的圣德，也坏了后宫的规矩。裴公公，国主他是不是在报复娘娘？报复上次宋朝皇帝送礼的事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娘娘，您别误会，国主只是在伤心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让他开心的人呢。娘娘，您别生气，奴才敢发誓，国主不是见异思迁，他也不是报复，这一切都是个巧合。娘娘，您知道吗？国主他心里爱的还是您呢。国主见到佳敏小姐，就像见到当年的娘娘，所以才不由自主。那是国主最伤心、最沮丧的时候。奴才都想，如果谁能让国主他的心情好起来，奴才的小命都可以给他呀。娘娘，国主只是在适当的时候碰到了佳敏小姐，您大仁大德，宽宏大量吧。当年的我，那国主是真心喜欢佳敏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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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
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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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。娘娘。